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讲到中共20大结束，敢有较紧张？就亲像当年台美断交，大家心空空。外国人早就来甲咱警告威胁，毋是一天搁两天，咱的安全带都要好安。是要等到习近平已经进兵来到门口埕，也是咱国防部早有美国这个诸葛亮。但是小贱敢是刚好来靠别人？美国甲咱讲甲咱体检要改进到400项，今仔日好好来讨论一项搁一项。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老朋友、資深軍事記者郭豐章。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二位嘛是咱資深的政治評論員吳坤玉。係，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是咱台北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的教授張國成，張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首先呢，咱今日要來講這，就是這幾天在20大結束了，除了這黃金圖去用這個送出防以外，大家咧上關心講，哇，那各方各界，包括着美國人，甚至着國會，攏開始質詢講，到底是阿強啊，是要安怎拍來？尤其是看到這個軍委的這個名單已經公布了，講這掛人啦，較拄啊好，甲習近平呢有牽連，其中72歲張又杰，超過年歲又佫空我留落來。另外一位是東部戰區出身，捌主導過，來拄啊好8月份對台的軍演，啊，佫有這個何衛東，那麼爬到真懸啊，爬到真緊。這到底這個名單是毋是對着專門來針對着咱台灣？咱來看覓。中共20大軍會人數出來，除了習近平穩坐主席，委員是大部分活人72歲張又杰拍破這項八項規定，留任副主席。新任的何衛東出身東部戰區，有實戰經驗。4名委員李尚福加留任的是新任，苗華張成民繼續留任，攏是實家軍。國防部長邱國正分析，名單看出對台會更加強硬，成員攏是經過基層歷練起來。年會也記中共是有準備，國軍人數也調整。我們從人事方面，我們也在調，但不是針對他，你怎麼調我就怎麼變。我講都是國防政策都有一定的脈絡的，我們還是要很穩紮穩打地去做工作。這次晉升上將軍銜的軍官是東部戰區司令員何衛東。國主席何衛東上受注意，因為伊捌做東部戰區司令，今年1月升任直屬習近平的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為強軍對台發動的圍島軍演，就是由伊主導。另外一個委員苗華也出身福建，兩人攏涉台背景，兼及台灣的意味真高。這一些懂台海、懂周遭的這一些過去在南京軍區服務過的將領，未來的話，不敢說他一定是要打台灣，但是他至少他了解這一些事物，他有這一些經歷、這些經驗，這些經驗會去幫助他在下決策的時候，可能會更加的一個容易，或者是更加的一個清晰。蔡奇呢，對於整個清除這個低端人口、維持這個北京的這個社會穩定的部分，他強力的這個執行。另外，政治局常委也攏是實家軍，國有分析，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就是因為管替習近平指令清除極端人口。蔡奇自2011年擔任浙江省委常委的時陣，也訪問台灣，甲台灣有恩怨。記者綜合報道。咱尤其看到這份名單內面，無啥有空軍，內面攏是陸軍、海軍，啊，佫有火箭軍，火箭軍。啊，攏啊，佫有科技方面的經驗，整合到陣，看起來哇，琳琅滿目，看起來真驚人。但是咱國防部長講，咱無一定為着伊來調整，咱本來就一定會賣落。但是其他的咱的台灣的這個這意見領袖到底是安怎講呢？你看，咱的國安局的局長啊，伊講吼，2023中共恐驚以戰來逼談啦。唔是講以戰啊，隨着開戰，這是伊的觀點。而且講到023、025、027這個國安單位也有應用。咱來看，咱的前總統馬英九，
伊讲这个真艺术，小弟要来请两位吼教授来甲咱讲者，这战略应该微微啊调整，爱和乐吼，讲爱甲中国爱和，爱甲美国爱会亲，吼，甲日本爱友善，哦，这三方拢爱做好，吼，啊真玲珑八面，吼，爱避战，避战毋是要开战，是要来避战，吼，爱无和。这是台湾应该行的路，这唔知是国民党家己的主意，还是伊个人的主意，这咱唔知啦。但是就形成啊，伊就讲，伊讲吼，两岸紧张，就是你国民党开始的。台湾人如果无想要投降，就要避战，抗战并无避战，无这个避战的道理。这民众党哦，伊讲哦，规期甲你讲啊，拍一个较悬的这个高调啊，伊讲吼，陆委会丧失功能。抗中保台，无法度来降低对立，哦，这咱小等来讲，哦，爱恢复两岸沟通的管道。头一个我来问哦，咱即摆看起来，敢有法度要甲伊沟通啥物？哦，是伊就讲啊，你无能讲安尼，你就是爱叩头才有。哦，洪总你来看，目前这个办事，人讲哦，这个2023以前来必谈，伊这到底是按啥物心？尤其看这个名单。咱来讲看中央军委会、军事委员会，个意思就讲吼，咱可能真侪人去摕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来比例，来去想，其实这完全唔对。因为咧，共产党真简单，伊有8个字，前4个字叫做动机回请，过来后壁4个字叫做政治挂帅。就是讲，你要挂帅用起哩，唔是你上将啦，拍过偌济战争，这拢无路用。政治爱甲你挂落去，政治才是你的指导原则，其他拢是后基础。所以拄仔解释就讲，你拄仔问讲，咱会讲因的空军都无伫内底名单。照你讲，咱来讲台湾吼，参谋本部吼啊讲分到落尾，比如讲有6个人、7个人，结果空军一色都无的时阵。哇！变面啊啦，迄变面天拢乌一边啊啦。逐工吼，我甲你讲，空军个讲，逐工飞行机拢飞来迄落松山机场头顶，直直甲你射。射甲讲你发布讲啊，我这名单有毋对，我甲我换倒过来，啊无干怎对吧？吼，那咱是讲这较军生笑，但是实际讲就讲，毋是讲换这名单就是会拍台湾，还是讲袂拍台湾，这完全错误，是。照理讲来讲，解放军伊听的政治指导就是拍台湾做准备，但是当时拍听大头家的。是。啊，大头家过去是几个大头家，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即马毋是，是一个大乌帮老大，啊，6个细汉的，6个叫做堂主啦，吼，堂主啦。啊，其实就是啥，迄个叫做话事人嘛。你若看迄个，香港迄古惑仔遐片。算出来，就是讲摕去什么龙头拐杖吼，啊做头的，下头拢爱听话尔，毋是因做主。我要问你，甲问你，毋是讲你但时间咧插代志，拢叫我讲爱做啥，无迄讲平起平坐的代志啦。吼，意思讲1+6，毋是讲7个拢平大，大家公推你毋是。是。所以倒过来就是讲，对军队来讲，伊起码存一个任务目标，就是休战。准备战争，但是准备战争不是讲刚拍台湾是准备战争，是安怎？是防止美国人来插我伫台湾这边。外国势力来，我要处理台湾时，袂当有人来。啊，万一伊来咧，过去几年真讲嘛，叫做阻止人拒止，就是讲自觉你来，阻止你来，主动你来，因拢发展这，包括你讲这个什么。东风26啦，啊导弹头的这弹道飞弹，这拍什么航母杀手，吼，拍航空母舰的，拢是为了这，就是讲，万一美国要来插手台湾这个情势的时阵，伊个先攻击你的武器，嘿，先攻击你，啊是做远个来攻击，互你无法度挖来，挖来台湾到啥插手，所以迄个是因的政治目的。是啊，这个决定拢是政治的，拢毋是咧讲这战术的。毋是讲这安怎吼，起各个这细项代志，毋是。所以包括讲8月3号，佩洛西走又开始有演习对无？啊，毋是讲这个副主席伊是插过这，吼，伊是
过去叫南京军区，即摆叫做东部战区，其实拢共款。因为讲，反正你拢练过啊嘛，你嘛知影安怎叫空军拍，你嘛安怎知影叫这海军的舰艇安怎拍，所以安尼就有够啊。空军的人免来无要紧，啊，因空军过去吼，像吴大哥甲张老师因可能拢知，过去台海发生讲空战，咱台湾的无人机起哩，过对面的起来，飞起来，啊，因拢听啥个？因伫头顶安怎飞什么关刀，做什么动作，拢爱听地面的。啊，迄个地面讲无线电歹去，伊都袂晓飞，所以因安怎拍拢输咱。因头家伊拢听人指挥，听地面的人指挥，伊伫头顶无法度家己做主。所以咱台湾训练出来的空军的或者战斗机飞行员，啊个美军佮训练过。拢头壳拢真灵光啦，真伶俐啦，非常反应，佮你转2连3连，佮你拍落来啊！伊无法度，伊拢爱听人指挥，所以转来讲，伊这个政治体制甲思想其实是啥？限制伊的军事行动、动作甲思想。但这我就要转头来问吼，吴大哥，咱即摆看起来哦，咱真侪政治精英啦，还是即个意见领袖啦，讲会拍。但是嘛有文章咧写讲，即次吼，那会敢若甲迄阵时台美断交无共款呢？真侪人拢想要安尼论吼，在咧移民去。即次大家照常殊荣工商，啊袂紧袂张，吼啊无要无紧，安尼敢好？还是讲稳定优先？咱到底应该是爱避战，啊要来准备讲有即天，到底即台湾即个社会心态安怎来准备？拍谁哈？我不要紧，好，讲国语为主，没问题。那个台语讲说，第一摆行，第二摆跳，第三摆你做吧，跟你拼。我们现在心态就是这样啊。那台湾人很多的事情其实是练的皮了。第一次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大家没有碰过这个类似的事情，想说射飞弹了，大家怕。那时候还真的有点紧张，会紧张，那就看看。哦，就安尼嘛，啊吓人嘛哈，这次就没有人紧张了，好，大家纹风不动。那个射飞弹那天晚上，大家还在餐厅里面吃饭，好，而且还讲了，现在射几颗这样子，好，然后还有说20大当天大家都在看金钟奖，对，然后那个完全没有人要理他啊，他上了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两岸的事情就是大家。台湾已经有一点听天由命，就把它当作台风，当作天灾，哈，当作地震，好，那个反正来了，啊，该来就是来嘛，来了我们就应付嘛。可是这样对吗？其实这个心态蛮好了，这叫心理素质蛮强韧的。心理素质蛮强 ，OK。啊，蛮强韧的。但是有一个态度是说，你不可因为这样子掉以轻心。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好，那个事情在讲什么？这个《孙子兵法》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通通都准备好，好，枪跟炮通通都准备好，好，你随时来我都不怕你。可是这个准备可能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的时候，我可能只能准备一些小东西，把枪给磨好，然后这个炮啊，小的炮、步兵啊，或这个离岸的2到5公里之内我可以打得到的东西啊，无人机啊这些，我把它准备好。那这些东西可能我只能应付到2024，啊，他打过来的时候，因为他也没准备好，然后我们这样子可以打了。慢慢随着时间在增加，我好多东西都慢慢要叠上去了嘛。我的新飞机要到，我的新的炮兵要到，我的什么东西要到，你准备的越完成，这个老共准备的越完成，什么滚装货轮来，那我飞弹就越多，类似这样子，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刚刚洪章讲的，那到最后还是要某一种形式的对称，只不过我用的手段可能跟你不一样，因为你那个高大上的装备我买不起，啊，但是我现在我用比较差的不对称的所谓的这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去对付你，无人机去对付你，好，类似这样子的方式，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同的思维。所以这个不只是除了民众自己心里头要有准备哈，刚刚第一个说的，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讲国防部嘛开始在准备那不只是国防部，那是整个政府都应该要动起来。我举例来讲，大家现在都把很多事情，我们这些年来这么多年来，就是那个马先生那个时代弄坏的哈，那个
把所有的什么救灾啦、麻烦事啊，都丢给国防部，这都是错的。国防部就是应该做建军备战。对于这个整个国家的防卫这件事情来说，有3大块。好，第一其实是4大块。那其实最大的一块叫什么？叫民防。民防，哈哈。所以民防这件事情，什么？它不只是拉空袭警报，它包括你一颗炸弹掉下来，你这个大楼失火了，没人救哈，对没抢救，对啊，那个怎么受伤了，对不对？啊，怎么做战伤，怎么移动，还人被夹，被捆啊，你没按照处理，怎么安置，要不要跑？这叫民防，这是最大的一块。民防往下叫做国防工业，好，比如说你要打仗，你打仗要有弹药啊。啊，现在我们为什么美国人要叫我们生产一些是什么台湾生产弹药啦，嘛跟台湾什么军事合作，就在讲这个，你没有弹药，你打什么仗？你不能跟那个陆军，现在还有一个陆军司令每天在跟我讲说刺枪术很重要，对，那刺枪术是第1次大战以前的事情了。好，那个现在你去刺看看，那然后就现在都要靠弹药，没有弹药，那弹药从哪边来？国防工业生产。好，你要吃。你的车子要油，你的战损会消耗，你的人要运，都是靠国防工业。你的物资运补，现在就是物流，对不对？类似的，再往上缩小一点，叫民防，叫做那个 TDF， 就是国土防卫部队，我帮你守住关键基础设施、政府重要单位。在最精锐的那个叫做国军，那才是国军。国军打正规战用的。其实我们整个国家是要把这些作战的系统，对，然后把通通分清楚，这样子的话，那是国家做的事情。我们民间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去帮忙，好，尽量哪一层有需要人力、有需要物力，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我们有什么技术来跟大家做帮忙。是，丁老师，咱他听这个洪章也好，还是可以想讲的吼，看起来是敢若是。在政治谈判，或者是讲去和谈，尤其像马英九先生所讲的，咱应该吼爱避战，爱磨合啦。这还佫有淡薄仔机会吗？你感觉还佫有机会吗？尤其美国人已经伸手来甲咱讲啦，你这个2023年，你都要注意啊！这个咧讲无好啊，这到底敢有可能？第一2023年是明年啊，是啊，即马已经10月底啊，所以讲实在，假是真正有危险吼，这危险是随着要来啊。所以人喺美国人有一个即个 Bonnie Kleiser， 伊就讲，即马即个威胁毋是1天2天哦，已经是真马上就来哦，大家要安全带爱好好啊，好安哦。我认为中国爱拍台湾伊准备是已经几下10年，为什么即马美国人讲2023一定是2023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足好的时机。安怎讲？为什么2023可能是一个上重要的时机因为2024爱选举所以这个中国去的时阵用武力就是上好影响你2024的选举。当然2023就把台湾规个统一，2024就免选，安尼上好。但是咧，我想中国可能无遐尼啊乐观，伊用武力的方式互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到上大，互台湾人投票的行为受到中国的影响，甚至受到中国的指挥，安尼对伊来讲上好。因为咧战争嘛免拍甲足大，美国嘛无足侪理由来介入，而且台湾人透过选举受到中国嘅指挥，即美国嘛无可能派军舰、派飞行机来影响台湾人投票。所以咧，为什么讲到2023，重点还是中国爱影响的是台湾人的人心、人的心态。所以马英九讲遐尔济其实伊讲无好这好是讲互台湾人听，毋是讲互中国听。中国人爱好无要好毋是伊马英九讲有效，因为伊即摆都是无做总统啊嘛，
所以马英九讲啥，中国为什么爱插小伊？无一定的必要。所以不管是马英九，还是中国，其实上重要，第一是影响台湾的人的心防，这是上重要。然后第二吼，我个人认为，台湾的各种行为吼，其实互中国感觉台湾人的心态、台湾人的意志。啊，佫无遐坚强，无遐尔坚强，是伊会当用军事影响的。甲你吓者。为什么？我甲大家报告，8月的时阵吼，大家拢知影，中国有拍飞弹，拍飞弹飞过台湾的顶头，但是咧，台湾的政府吼唔敢宣布。其实你宣布中国的飞弹飞过台湾的顶头，但是对台湾的一般目标无威胁。这照是讲，所以老师，你的主张是，迄阵时就应该要公布。对，但是迄个时阵为什么无公布？中国一定想，你为什么无公布？一定是你惊台湾政府、蔡英文政府惊影响台湾的人心，所以就代表你台湾人的心无遐尔坚强啦。所以咧，假使你台湾人的心足坚强，你为什么唔敢公布？亲像以色列就好啊，以色列就讲迄个。哈马斯的这个 rocket， 来者，伊朗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来甲你弹倒去。你个弹动去，弹落以后咧，以色列的总理是摕这个伊朗的这个无人的飞行机的迄种的存的这个无人机，嘿，这个碎片吼，摕到联合国讲，请伊朗的总统讲，这先生啊，你看这是什么所在制作的？你唔知影，我来甲你报告，我来甲全世界报告。为什么？因个人袂惊，因个人袂惊，因个人有心防，所以咧，其他国家对伊有亲门踏户，伊敢宣布，因为伊知影这无可能影响伊个人的团结，无可能影响伊个人对政治的态度。以色列的人对政治的态度，完全是看你这个政治人物好还是歹啦。你是不是这个内政啊、这个社会这种政策是不是我介意？绝对无讲，你即马战争发生，心无理智啦。咱是无，这就是拄一人讲的嘛，绝对无可能讲这个大家惊啦所以这个领导人我即马看讲民众党啊，讲爱沟通啦，爱描合啦。描合讲实在，假使会当真正描合这当然，互伊去试看嘛，无一定歹啦。但是问题是你看中国即马上悬的领导人偌大权威啦，对无？以前因咧头家，我老师咱即摆来叫伊出去就出去，总统紧去找伊啊。就是以前的头家哦，看即马中国领导人，以前的头家叫伊莫开会，就叫人请伊出去。你即马台湾有倒一个人对即马中国领导人讲，你咧交情，你对因的关系有较深咩？找一个出来看卖啊嘛，无嘛。叫人请出去吼。对啊，所以你即马讲没有。可以兄，你来想，那有遐你有赞成张老师所讲的没？还是讲咱拜托马英九先生去中国去讲看嘛？雄厚啊，那他既然觉得谋和那么有。对啊，有机会，那你就去啊！谈不成就不要回来啊！对不对？他其实他讲这个话就很不负责任，那是酒店副理在讲的话。每一个不管什么客人，那好，我都要服务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跟他好好沟通。那你不可能嘛？对，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搞，然后哪一个党的来，我们都说支持，没有这种事啊，对不对？那不是酒店副理在干的事情吗？张老师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伊家己本身伊的劳动制，你给请出去啊，你这也不是劳动制，过去你甲伊踮咧新加坡冇会谈过啊？对啊。后来呢？后来没有消息啦，也没有消息，因为他卸任以后，他也叫不动了。对啊，回当过就是。对啊，然后他以为他很有功劳，对不？鬼最无魂。你回当过几工了，为什么中国爱听伊的？描合，你描合你是提什么条件去甲描合？讲个实在啊嘛，中国为什么要甲你描合？合是为什么？对不？你是什么条件？提起中国讲好啦，我满意，甲你描合。
讲出来啊，无吧？可以兄，哎呀，现在台湾很多统派的人，其实的想法就是这个很荒谬。他觉得嘛，我如果在统一大业中间，我有尽了一份功劳，人家以后对岸会记得我这份功劳，会回报我。胡锦涛对这个习近平有多大功劳？没有胡锦涛，习近平早就被薄熙来弄死了。对不对？那现在他把你请出去就请出去。请出去已经算不错，你没看他下面几个连中央委员通通都给他拔光了，那净身出户啊，那这自己的同志，然后自己人啊，你台湾是什么？你台湾再怎样，你外省人，你对他统一，这个中国有大功，那就给你这个一官半职，让你吃个1年2年饭，3年以后就把你弄掉就好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老共经常用的方法。民众动工爱恢复两岸沟通的管道。沟通我不反对，好，我们在贺族战略，我们贺族战略里面讲3个 C， 那 capability、credibility 跟那个 communication。那为什么呢？我第一个我要有能力，我要能打的能力啊，我有打能力，我还要告诉对方说，如果你过哪条红线，我就一定打。不信你试看看，那等到他有一天测试你手指头伸过来，你真的就要把他手指头给他剁下去，不一定要把他弄剁断了，但是他手那不能挖鼻孔，那一定要到那个伤残程度嘛，对他才会怕嘛。好，然后第三个就是要跟他不断的沟通，事前事后都一直要沟通，说你不要过来哦，过来一定会这样子，而且跟别人讲说真的啊。我这条红线都画在这边，以后我画红线的时候，你们都不要乱过来哦，过来就跟他一样。这个叫做贺主战略嘛。所以沟通要不要？要，但是不是像他那种沟通？沟通说好，拜托啊，我们两岸要谈和啊，然后我们阿弥陀佛啊，没关系，欢迎你去。那我真的我们不要粗鲁，让比较有和平概念的人去试看看嘛。那你试看看，你不行。那你就回来也不要抱怨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来，洪兄，我顺这个关于兄后边讲的吼，你 communication 有一关是最重要的。像咱拄则在讲这个中央军委会这名单，自阮知影的吼，因为走政治新闻、国际新闻遮久，啊甲两岸咱拢实地拢去行啦吼。习近平。伊做副主席，准备要登基进前，2012年去美国访问。啊，我迄阵伫澳门的媒体，所以顶面就派我对伊去。啊，伊访咱台湾人，访到安怎你知无？过去阮的记者排除吼，像讲温家宝出访，啊，阮派台湾其实个记者哦，吼，虽然去澳门的记者证，但是伊知影你台湾人，摕台湾的 passport 去。温家宝嘛是请来头前啊，来啉茶啊，一个手吼，问两句也无要紧哦，拢无要紧哦。毋是，胡锦涛迄阵嘛是讲，无要紧，记者伫我头前翕一个相，开明的，开明啊，翕一个相，就大家就走啊，吼，无要紧。毋是咧，访到安怎？总共来回要9工，有一年我无去爱我一场我无去，袂赴赶，因为因坐专机啊，阮家己家己的发电机赶袂到，阮怎跳过去 LA 等。到落尾一站，佫拢看袂到伊个人。讲我念名会使去翕，你就知影伊讲城府偌深，伊这北塘内底偌乌，惊嘛。啊，但是等到向个人讲，咱即摆看讲台湾人写这吼，是讲美国人写、英国人写因这中共的人书。我问你啦，恁是真正下面这军人见过面无？这将领有见过面无？你知影伊生做安怎无？你知影爱啉什么酒无？无。咱莫讲台日军家规啦，咱台湾军警局吼，过去用偌济只台干台商，讲叫恁讲，你去接触，你去调来接触，啊，咱的迄个007咧，咱这干员咧，咱阮的人咧，有派去无？我讲啦，大部分拢唔敢去啦，因为你伫遐无你的根嘛，无你的朋友，无你的亲戚，无你的同学，你要安怎去做情报啦？所以洪总，你这意思是讲，即摆咱两岸之间已经无任何的基础，个一点仔的即个有通啊，牵真因切出来甲讲，哎，就拜托一下。有的人脉可能有，但是我拄仔讲的是讲，你真正要去谈判的即个班底，爱有这样情报入来。所以包括美国吼，因去年年底通过这国防授权法，内底有一个讲，
希望咱台湾甲美国加强情报合作。这后壁咱也搁讲其他吼，其他的作战更较重要。啊，你连讲人的人因情报，就讲你用人去走探情报，你个无法度啊！啊，你要问到啥？你也要抄公开的吼，我甲你讲真诶啦，我伫大陆咧走新闻时，阮无代志吼，迄路边路口迄报摊吼，咧卖报纸卖杂志，我拢会去买。咱军事拢买了，大概去拢买了。啊，但是迄拢是公开物件，已经落后几啊年啊，伊才公布出来。真正诶重要的重点伊无爱写，啊，你要安怎？无透明，你要无透明。所以咱要讲到吼，上重要，他都昆医生有讲到，讲吼头一个就是咱有 capability， 要有能力；第二个要有 credibility， 要以后知影讲咱会当互信任，有这个决心。第三个要 communication。美国人安怎看呢？两岸的情势开始紧张啊！美国海军的作战部的部长吼，Michael 吉尔迪啊，伊就提出吼上新的警告，讲吼中共上紧今年或者是明年就会动用武力来反台啦。美国海军必须要随时踮伫这个战备的状态。日本媒体也有相关的报道哦，美国吼。当咧考虑讲要甲台湾联合来生产武器、加速武器的移交，嘛有学者来分析讲，过去已经有合作过啊，也有交流过啊，包括咧 Perry 级的这个顺风舰啦，啊经国号的这个战机啦，或者是讲哦，这几年啊，这届台美有可能联合来生产，已经讲好的这个 M1 的 A2 的战车。啊，这个鱼叉的这个鱼叉飞弹等等武器啊，这美国咧提供，咱到底来看卖。中国加大对台的军事威胁，引起美方真关心。针对外界讨论，中国2027反台时间点有可能提早。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克吉尔迪是作出上新的警告，无排除上紧今年是明年就会武力反台。美国海军爱先做好准备，随时伫咧战备的状态。When we talk about the 2027 window. In my mind, that has to be a 2022 window or potentially a 2023 window. 日本媒体日经亚洲报道，美国考虑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来加速武器的移交。对这，美国国务院声强调，讲会检视所有的选项。但是台商会的会长韩汝表示证实，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有可能提供台湾更加侪军事片和飞弹。I've seen those reports. I don't have anything specific to offer as it relates to them. But what I would say broadly is that the U.S. is looking at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to ensure that the rapid transfer of defense capabilities to Taiwan can take place as swiftly as possible. 外交部我们对于相关的报道，我们没有细节可以分享，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台美联合生产武器过去已经有先例，包括派里级的顺风舰、甲建国号的战机。学者分析，相这摆可能是美方提供技术伫台湾组装生产，包括军购案像 M1A2 战车和鱼叉飞弹。将来我们跟美国购买的 M1 战车，或者是譬如说自走炮或者海马斯，那如果有一些料件或者是系统可以在台湾制造或者联合生产，其实如果用量非常快的话，其实可以很快就能够补足这个后勤能量。学者指出，台美联合生产武器的模式会当分生产完整的武器系统、重要零组件和消耗性的弹药料件这三种。美方想要让台湾是欠大量的武器弹药来对抗中国的第一击，强化后勤能力，和国军会当冻甲盟军来。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台美的军事合作吼，啊，讲到要这个军事斗阵生产哦，到这斗阵生产嘛有一种方式啊，比如讲，避远互你生产，哦一种是讲吼，啊我这主零件这引进互你，啊你螺丝锁的安尼，啊这嘛叫做生产。啊有一种吼，我规件来，哦你大白 Made in Taiwan 嘛是一种生产，啊到底是倒一种方式？你问我个问对啊，其实我读航空工程的，叫即摆叫航太工程，淡江的。啊，我实在是读无上无好迄个一个啦吼。可以去。啊，但是我在第4年的时候，我1年的时间来学飞机的设计，初步的设计。阮设计到倒位个，你个知影讲，设计到讲这个飞机生产安怎款，吼。啊，起飞爱偌一个跑道，偌重，会使载什么物件？啊，个上主要迄阵吼，阮老师因为拄对美国倒来，伊知影讲美国嘛咧开发讲 F-35迄类的飞行机，所以讲
适合台湾就是爱愈低的跑道愈好，愈客，哦，啊，是说垂直直接起来嘛使，更上好是安尼。但是咧，咱来讲出集中吼，及折中，就是讲咱做卖讲全部拢垂直起降，咱做讲哦，较低的跑道会使起来，啊，要降落的时阵用推直的。好，阮设计安尼，啊，设计到一个是要去起效，你刚才算迄重量吼，你个算到要头壳疼。所以，种你的意思是讲无遐简单，无遐简单。因为我迄阵，阮阿哥问我讲，啊，你毋是读航空工程，啊，你要毕业，那无去考航发中心，即摆叫汉翔，即摆迄阵叫航发中心。我讲歹势，阮学长登来甲阮讲吼，讲，学弟啊，我都快要失业了，就没有再招考了。为什么？因为迄阵老布希一口气讲，我卖你150台F16，卖你较紧。啊，因为进前无要卖。所以进前无要买的时阵，伊个偷偷讲摕两个蓝图，摕个蓝图讲，这 F16个，啊这 F18吼，啊恁斗的吼，做一项新的出来，啊我叫人退休吼来甲你教，迄个是航发安尼来 ，IDF 是安尼来，但是做到一半，我本来要生产300只的时阵，突然间讲，啊我即摆卖你啊，卖你我做好诶，啊我是美国人，但是有工课较重要，所以我美国做，啊你只个砍一半，占一半。啊，台湾有人失业，所以这其实内底牵涉着毋是讲加政治决定讲哦好，我爽我互你，也是讲好这生产线互你，无遐简单。我送你的时阵，佮影响着我家己的，比如讲某一个州的失业率，伊的工课无啊。造成讲啊，种200个人失业就好啊，变做你台湾人咧制作，你台湾人200人变做伫台湾咧做这。所以洪总，你的意思是讲无遐乐观哦？这是政治问题。足大的政治问题，过来个是讲你的能力，你有啥物能力？咱无袂记吼，陆军因即马伫做咧轮型的装甲车，叫云豹，吼云豹，做到一半发现啥？咱去民间买料来吼，来做零组件来，强调讲这绝对吼招标的时阵讲绝对要用台湾货。结果咧，偷摕中国货也好你啊！啊，是安怎发现？因为开到一半讲，乒乒乓乓，那会出大声，发现讲，拢笔记要登去啊啦，侥幸哦，啊袂烧钱，你个要拍落去啊！安尼敢会使？有人咧管无？嘛是讲有啊，我们都有什么依法监督啊，什么依法什么去查去安怎验收？分靶再变分鸟。啊嘛，一堆人去移送去法院啊，这样咧办啊，所以。美国人嘛真惊讲，我万一互你上好的物件来台湾生产的时阵，啊，这机密元件叫你客去，技术叫你客去，结果拢袂去大陆。即个讲甲一个按判官尔嘛，两个军官摕到什么物件，我个摕叫大陆的朋友，我个卖伊啊，迄朋友就是中共的人啊。所以这代志是无遐单纯是。第一。伊家是真正爱斗阵，甲你生产的物件吼，一定是伊爱卖互你的，因为伊卖互别国的，你无可能摕到台湾来生产嘛。所以咧，伊绝对是爱卖互台湾的武器，佫有可能伫台湾斗阵生产。像日本嘛是安尼，韩国嘛是安尼啊。伊卖互日本的武器，你无可能甲日本斗阵生产嘛。亲像 M1 战车，伊无卖互日本，日本家己有战车，伊就无可能甲日本做伙生产嘛。所以第一。爱甲台湾斗阵生产，一定是爱卖互台湾的，安尼就要先行这个军售的流程。这当然毋是1年2年的代志啊。第二是吼，台湾的本身的技术哦，讲实在哦，爱甲美国斗阵生产，美国爱卖互台湾的武器吼，差足远的啦。所以我头头毋才问3位讲，咱是盗摄螺丝，还是讲伊物件来咱有通 copy？ 哦，这个盗摄螺丝都无是遐尔简单的代志。因亲像战斗机吼，你要锁一个螺丝吼，你要爱特殊的这种的片子，这种片子嘛是爱美国进口的啦。吼，一支几下千美金，哦，你无要买，你用台湾家己的片子，结果你力就无够，飞行机飞到顶悬就会杀解体。嘿，所以吼，亲像你 M1 战车就好，台湾本身啊，咱的汽车工业连做一只拖拉机的能力都无。你讲是有啥物可能讲做出会当符合需要的零件去做战车？这无可能。
所以咧，当然啦，任何嘅代志爱去做吼，拢是有办法的啦。亲像韩国以前伊嘛无法度啊。但是咧，你假使讲真正爱行即种路，我感觉爱行啦。至少是5年、10年的代志啦，5当10当。所以唔是要負2023啦。头拄啊，迄个美国嘅将军吼，伊差不多是咱等于是咱海军的司令即种嘅阶级啦。嘿，当然美国是有一个海军部长，伊是文职的，但是伊是海军上悬的啦。作战部其实就是海军总司令啦。伊讲2023、2024，就是明年呢。哇，你袂负气啊！你绝对袂负。美国嘛，绝对无可能等到讲你台湾有能力做会出，过来设防。这是美国人讲，叫人讲你小等的。对，为什么以前吼台美断交的时阵吼，大家拢大交时阵，大家感觉无虾米紧张，因为迄时阵中国嘅经济、中国嘅军事、中国嘅实力，甲今仔日敢会当比？无可能比嘛。吼，这个是一个实际嘅代志。当然，台湾嘛本身嘛有提升啦，但是亲像头拄啊，吼，这个讲 IDF， 吼，咱咧发展咯，是因为迄个时阵中国嘛发展经济嘛。IDF 做几年，发展至少嘛10档以上呢。10档以上，你即马台湾，吼，假使讲咱台湾有10档的时间，吼，好好啊，为头开始培养人才，培养工厂，培养即种生产的技术，这我赞成。因为一个国家真正爱生存，真正是爱行即种路啦。但是咧，即马假使讲爱应付吼，咱马上的需要，吼，即种是无法度的啦，袂较紧啦，吼，袂较紧，因为真正爱合作。嘛有即种吼，假使讲啊合作啥物物件吼，美国嘛爱派人来判断咱台湾的生产能力，会当生产到啥物程度，生产出来以后这品质敢会符合美国的要求。这评估的时间嘛是爱评估呢，而且咧，吼台湾生产偌济，美国来偌济，这中间经费爱安怎分配？吼，这唔是一个月、2个月会当算得清楚的代志。所以这只是一个好消息，互大家较安心啦吼。我感觉这可能只是吼日本的媒体吼得到一个消息，真正爱实施吼，真正吼爱执行吼，我感觉是困难足济，而且吼，即马台湾已经随着爱发生代志啊啦。上好吼就是亲像以前吼96年的时阵，中国飞弹拍过来，第一时阵李登辉做总统哦，马上就下立法院通过紧急的预算，吼，迄个时阵差不多400亿还是500亿吼，就是会当为美国吼即摆现用的武器哦，还是伊即摆无要用的吼，拄则即个放到仓库的吼，放咧吼新买过来，所以什么 M60A3啦，吼即种吼新买过来，吼买即种武器吼有2个意义，第一就是增加咱的防卫的 capability 能力。第二吼，就是互中国看到美国是伫咱支持咱台湾国防的哦，所以咱会当买到有政治甲军事2个意义啦。吼，无吼，假使即马人都已经爱拍来，明仔日就要考试啊，后礼拜就要考试，吼，即马都要考大学，你今仔日讲我咱国中1年吼开始，吼袂好啦。要来挂，要来挂，我感觉这是正当啦。假使你爱为着一个国家长久的发展是爱为头开始，但是即马来讲吼，袂负气啦，吼，袂负气啦。贵阳兄吼，你会看，即个合作生产即个武器之外，咱其实过去国军吼，陆海空啊，拢有真侪计划啦，好像陆维计划啦、拿天啦、撇海啦，啊，搁有南海啦，即款交流的即个计划。但是咱听到一个消息讲，啊，你这陆军的这个爱改进，还有400几项的。那个，我先这样子讲，我赞成国成兄刚才讲的这些概念。其实台美之间军事合作生产很早就有了，F51就是这样子生产的，它就是合作生产啊。然后其实这些东西并不奇怪，就是美国要卖我们的，或者要跟我们合作生产的，一是台湾要用的，而且有一定数量的。那唯一一个台湾代工的东西叫做 M16的子弹，啊，就 M6庆忌，对，5.56的子弹，庆忌，还有庆忌，嘿，
6亿颗，好，据说都是台湾生产的，205厂生产，而那个生产过程稀奇古怪，好，台湾原来美国把机台都搬来台湾了，台湾把它组装起来，我怎么生产出来就测不出来，就测不出来那个规格。后来美国人技师自己来帮我们调教，才把那个机台调到定位，然后说没有问题，完全合乎美国的安全规格。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年纪来庆忌，对，节庆忌的对啊呢。然后所以，但这个东西大概也是要过1年半载，没有1年半载做不到。第二个，美国跟台湾现在有没有在谈呢？据说是有，真的有在谈。好，谈的部分是2样东西。第一个，台湾可能会有一些需求量很大，台海如果发生战争，需求量很大，但是美国来不及生产跟供应的东西，所以让你台湾来自行生产。比如说刺针飞弹，它其实在美国来说那是小东西，不贵啊，但是美国人那个要开一个生产线，他都觉得很麻烦啊，你台湾开嘛，好不好？然后那个最贵的里面整个生产线开起来最贵的可能就是那个红外线巡标头。你会做那个巡标头以后，你的无人机也活了，好，你的标枪飞弹或是类标枪飞弹都活了，啊，很多东西都活了，所以它这个产业它是网状结构，大家不要想它一条线，好，就是像比如刺针飞弹那个巡标头、红外线巡标头会了以后，我其他好多的路一通百通的都一通百通，啊，好多东西都可以用，它是网状的一个结构，所以有在谈这个事情，但是美国要放多少？那放到什么机密等级，这是一个问号啊。台湾吃不吃得下来是第二个问号。第二个方向呢，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工业小东西，台湾很厉害。好，因为我们最近去当一个去碰一个无人机的顾问，啊，所以那个国防工业厂商来简报，台湾有人做那个巡标头哈，或是摄像机不输。那个画质哈，跟那个反射敏锐度不输，绝对不输大陆，跟美国第一流的也不差。那然后有些东西我们开发不出来 ，FIR 开发不出来，我们有 NFIR 就 Near FIR 好，我们可以做类似的东西。然后很多台湾很会改东西，发明东西不行，但改东西很厉害。通讯也有些怪招啦，晶片啦。你讲我心情较无定当。晶片啊是吧？但是都很零碎，全部没有整合起来，各自领域可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或者说全部没有整合。所以第一个，我们台湾自己国家要去整合这些东西；第二个，其实这些厂商也有想要在跟美国谈，说，比如说大疆无人机现在已经被逼着退出所有的军用市场，好，那么。台湾是不是可以做类大疆的无人机？好，我们也是逆大疆无人机，然后达到同样的军规或是标准，同样轻巧的装备，然后可以抢占美国的市场。其实我们也在谈这件事情，所以双方其实是有在交流，有在往这方向走。可是现在都是小东西，大家不要去想那个什么飞机、大炮、战车那个大东西，那个大东西我们一时半刻做不到，都跟郭先生讲的一样，我们有5年10年。老师给他泼冷水，我想讲真听了真幸运。所以我个人认为吼，咱台湾吼讲大型的武器亲像头拄吴先生讲的吼，即马无遐紧啦。但是咱台湾有的是人啦，所以咱甲美国爱合作吼，唔是讲吼是销售什么生产飞行机啦、战斗机、战车吼，这无可能。无可能。但是哦，咱下当甲伊合作的吼，是请因来吼改善咱国军的训练。哦对，他昨就讲啊，讲伊甲咱讲，你有400几项爱来改咧。台湾有的是人嘛，咱保护台湾爱是爱靠咱家己台湾人嘛。但是咧，请美国人来做老师，来教咱安怎拍现代的战争，吼安怎操作即卖武器，亲像乌克兰就是安尼啊。乌克兰家是无甲NATO。无甲美国、英国合作，吼，即个军队的训练，一早就互罗西亚消灭啦。所以应该是咱台湾爱出人，吼，出军官、士官、即个兵啊，吼，改善咱的训练，吼。即摆美国讲，你的训练是要安怎教，吼，安怎增加资源，吼，安怎训练较有战争、较有效率，吼，你听因的话，吼，需要有啥物经费吼，吼，咱就出，吼，毋是
马上就笑受讲爱生产什么飞弹啦，遐无可能啦。是。颠倒是浪费时间，因为你美国马来看讲你什么实力，吼，什么这个品质会当校对，颠倒人来，吼，就训练，送人去美国训练嘛会使啊，吼，美国嘅教官，吼，偌济钱就请伊来啊，吼，即摆都已经。美国拢已经讲2023，随存3个月2023。咱的国安局长伫立法院嘛讲2023，吼，这唔是凊彩讲，吼，真正台湾无准备2023就真正发生代志，但是台湾开始准备2023可能就平平安安，然后就安全就到。我咧存3个月。对啊，所以重点是咱的准备啦。那个，我没有那么悲观啦，哈，就是说。依照我对老共还有军事的理解，虽然他20大之后，习一个人可以统治整个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他要加速，他要1年中间我震慑威吓，但是他还是要1年，对吧？我要加速，我要生产，我要把我的部队装备起来、调动起来，我最少还有一个1年半载，那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一直认为2023的几率很低。好，2023他应该要打认知战，打里应外合，有没有？跟那个弹劾啦、谋和啦，哈这一派来讲，好，那个选民进党就会打仗，不是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讲了吗？明年大概都要打这种，那好，他外面就是那个军事恫吓嘛，灰色地带啦嘛，威胁你、胁迫你、消耗你，然后嘛里面就来跟你谈和，明年都在打政治战、心理战，但是。真正危险的时候是2024年，2024年选上任何一个总统，好，3月、1月选上总统，1月以后到5月有一个宪政空窗期、交接期，到底谁指挥？请问，如果那时候打仗的话，谁指挥？而且那时候海象，那台海没有东北季风了，海象最平稳就是3月到6月，对不对？然后他如果真的想要打你，那他2024年3月，坤兄，你这是独家新闻哦，没有，这是我的分析而已啊。那2024年3月，发动是最好的时间嘛。然后，而且他如果真的想打你，现在的状况不是你跟他谈和，对不对？是他想打你，他就打你了，是吧？他想要把胡锦涛带走，他就带走了。春天刚没叫你管呢，3月份哦。然后我跟你讲，那他现在。大家都可以讲说，你这个反台独列入党纲，对不对？好，那你民进党就叫做台独嘛。民进党不管选谁做总统，你讲什么话，通通不重要，好，通通就是台独。选到一个国民党的呢？对，然后选了国民党了，他也可以有理由啊，对不对？好，第一个，那侯友宜，你做过苏贞昌的那人，你在319枪击案的时候，刑事警察局，好，你有帮阿比掩护过，你忠诚度不够，好，你这个是两面人。他也可以这样讲啊，现在外面老公那边我听来的对侯友宜的评价就是这样，他是两面人啊。然后如果柯 P 跟朱立伦，他只有2个状况嘛，他们其他国民党候选人只有2个状况，第一个他每天喊统一，他就选不上啊，所以他就不成选项。然后呢，如果他有讲说我还是会保卫台湾，B 型台独。B 型台独，对 ，B 型台独，好，你马去台独，好嘛，我照打。没有差别啊！他如果他想打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什么都可以成为他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先用1年的时间，最快的时间，对，赶快准备起来。我至少让他打不赢，好，靠了爱了会受伤了，会干嘛都没办法。对，你一口吞不下去，好。那满嘴是血，这样就可以了。是。后面再来慢慢想，我有争取到时间以后，我再来加强我的其他的装备，我可以离你多远就可以打到你。是，洪兄，这上尾时间你跟咱讲，其实咱跟美国也有真久，比如讲 Monterey 的这 talks， 已经也真久啊，技术合作。这敢有这悲观啊？就是讲，尤其咱台湾过去这。尤其可能有一段时间已经是浪胖吼，真要安怎扣起来？尤其面对咱讲，咱兵役要严重，但对咱台湾人心理上爱做什么准备？其实我甲切2部分，拄则像军国兄嘛有讲过，有一大部分吼，毋是军队，是人民。包括讲有一寡吼老百姓讲，尤其是查某的吼，伊是太太，是讲妈妈，伊讲万一来拍起来吼，我含囡仔要准备啥？我要秘倒，还是我爱讲挂一个
卡棒一个包啊，里边放啥？啊，管个人讲啊，你至少要放水，放干粮，吼，会使食，会使啉的。啊，简单的药品，保暖的这衫，还是讲雨衫、药品买，对吧？你有啥物有需要？啊，上好是有垃圾哦。啊，搁来讲，啊，搁较好的，我讲啊，我摕迄个walkie-talkie嘛好，因为有点联络，吼。啊，你一支我一支，啊，这阵可能手机也无效啊。所以啊，包括这个准备，你敢有？你也有的时阵，这个人心吼，有准备的心态稳，较稳定。啊，你真正要做一个人，这拢有家人嘛。伊拢有厝内的人，伊会烦恼无？你互伊袂烦恼的时阵，伊个法度做者。较关心。啊，伊关心、士气好的时阵，对方就会考虑讲，啊，我敢咧拍，敢有听会